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8月21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创世纪43章第1节到34节，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到2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使徒大会。会议对现代民主制度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事。伫过去的帝制极权的政治时代，通常若有开会，拢是一言堂啦吼，就是所有的人去听这个皇帝命令宣告的一种的方式啦吼。但是较特别的是罗马政府的这个共和吼。亲像打破着原生帝制一言堂的制度，创立着这种合议的制度。虽然阁毋是真正的民主制度，但是上至少已经改变了原生的制度。理论上，这个行政权会通讲是继承了共和时代这个户民官的概念。通好有权来做皇帝或这个政府权威甲皇帝的权威，这个权力拢超过共和时代罗马人民组成的政府。这包括控制权力、主宰立法、公权力，也是讲共和时代资深的执政官的概念，这拢真三军啦吼。嘛有对这个军队所来呼应的这个权威，当然伫前的共和体制下面，嘛是对这个元老院甲罗马人民大会来呼应的这个权柄。因为安尼权威所呼应的权力，就包括伫这个宣战外国元首的一种体约啦吼。那目前呢，全世界比较较亲像罗马政府体制，大概就是属于英国的帝制甲民主议会并存的一种体制。英国人民到目前为止接受度阁算相当的悬吼。这个上大的影响是因为女王伊丽莎白做70年的女王。伊非常疼人民嘛，互人民来这个真支持爱戴吼，这有关系啦吼。伫旧约的时代，基本上拢阁是用帝制的这个体制来做主体吼，一个人当政，但是真正行政权无伫王的手中，吼，你是伫宰相的手中啦吼。伫犹太人其实伫这个王位还是宰相的后面，是阁有信仰上帝。咱伫8月17号的读经的中间讲到着约瑟，因为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智慧，伊来通知影法老王做梦的意义，所以伊得到法老王的欢喜接纳。就甲伊招入去伫王宫内底，成做全埃及的宰相。法老王将伊的手指互伊，互伊来统管埃及的全国。因为上帝所赏赐的智慧甲气力，伊管理并且带领埃及经历着7年的丰收，并且将所生产的农作物切收藏好势，准备迎接这个7年将来的这个期限。因为这个原因，互伊的阿兄嘛，因为期限的关系，爱来到伫埃及来叫买粮食。因为这个时阵呢，会通去互约瑟来认着。因的家庭搁一届来访问，就是当时的帝制集权的好处啦吼。因为希伯来人基本上伊毋是埃及人，
若毋是因为玉石同情，伊的全家哪有机会通去移民到伫埃及，并且受到算袂歹也真好的即个照顾。伫今仔日的经文创世纪43章第1节到34节，这经文就记载着即个约瑟交代还未杀人的阿兄，转去带家己的亲小弟便雅悯，转来到伫埃及这个过程。若毋是约瑟担任宰相同情，即种的代志是无可能通发生的啦吼。上帝透过约瑟的遭遇，将上帝名声带到伫埃及，也透过以色列人，咱讲雅各的全家，将上帝大能力来外邦埃及，互因来体会着。当然，上大的体会要到伫摩西时代会更加明显啦吼。上帝伫每一个时代，伊的作为拢无相同款。早期透过领袖啦、士师啦、祭司啦、君王啦等等来带领以色列人，互因认捌上帝来跟对上帝。但是到伫福音书的时代，这个方式嘛渐渐在改变。上帝头去先呼召洗礼约翰，用先知的角色来撇开帝制压迫，互人来悔改，为着人来洗礼，互人来归主，为着基督准备道路。耶稣基督传福音的这个3年，就用上帝亲自带领的这种的气氛，因为呢，以马内利就是主亲自同在，并且来传得救的福音给世间人，并且带人来归主。伫耶稣基督上天以后，佮对使徒因带领建立初代的教会。保罗的出现以后，福音开始外邦的地区来扩展。渐渐伫宣教的路程顶悬就开始发生问题啊啦吼，因为当这外邦人接受到福音了后，犹太教背景的这个犹太基督徒开始有危机感，因就来质问讲，无受割礼的人哪会当加入伫因的中间？这个代志当然引起真大的反应甲讨论啦。这也就是耶路撒冷大会的开始。耶路撒冷大会又佮称作是使徒大会，因为最主要是对12个使徒所组成的。因讨论着教会中间真重要的决议。圣经使徒行传15章记载着第1届使徒会议的情景。讲有几若个人对犹太落来安提阿的教士信徒讲，恁若无照摩西的规矩受割礼，就袂得救。保罗以及巴拿巴有真强烈的这个争论，为着这个问题，大家就决定派保罗、巴拿巴甲因中间几若人上到伫耶路撒冷去见使徒甲长老，甲因来参详。教会人送因出发。因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对正信徒报告外邦归主的事，大家听了拢真欢喜。因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受到教会使徒甲长老的欢迎。因将上帝甲因同在所做一切事大家来报告。不过，几若个属伫法利赛派的信徒徛起来讲，外邦人一定要受割礼啊！佮着命令因遵守摩西律法。为了这个问题，使徒甲长老开会讨论。辩真久了后，彼得徛起来讲：各位兄弟，恁知上帝早就对恁中间经选我，通互外邦听我所传福音信息来信。
迄位在人内心的上帝，想是圣神互外邦人，甲因赐互咱共款，证明伊有接纳因。对神，伊有甲因的心洗清气，伊对待咱甲因拢无差别。既然是安尼，恁要安怎还要得试探上帝？将咱的祖先甲咱当袂起的担，靠伫遐个温度的经脚头顶，无应该安尼。咱应该信着通过主耶稣的恩典，才会通得救。因嘛是安尼。大家拢静静听巴拉巴甲保罗讲起上帝通过因伫外邦所行一切的神迹奇事。因讲说，雅各也讲，各位兄弟，请听我讲。拄则西门有讲到上帝当初是怎样看顾外邦人，伫因的中间经人来归入伊家己，先伫后讲起即个相款意思的话，照着圣经的记载，主讲这个事以后，我要倒来，我要重建已经倒坏的大笔的家。我要对趴远的中间，甲伊起造，要重新甲伊建立起来，通互所剩的人，就是有受着呼召归我的外邦人，拢会找救主。迄位将这个事对古早就互人的主安尼宣布。所以，照我的判断，咱毋通甲遐个归向上帝外邦人刁难，不过着写批反腐，因毋通食拜五常无清气的物，毋通行奸淫，毋通食特死的精生甲血。因为对古早以来，摩西律法对逐个城市拢有人咧宣讲，逐个安息日。伫逐个会堂拢有人伫宣讲，这是上帝使用合议制度来改变着咱的宣教的方式。到目前为止，咱的长老教会嘛是有缘用这种的合议制度来研讨教会的事工、宣教的事工。也毋茫透过这个会议的讨论分享，互宣教重要的议题会通透过对话来产生共识，并且伫圣神的带领下面，同心同齐脚步行伫上帝的旨意的下面。诗篇130篇，上主啊，我对深恩求你，主啊，求你听我的声，求你暗耳空听我的恳求。上主啊，你若袂记这人的罪过，主啊，什么人会记得掉？总是你会赦免人，互人通敬畏你。我必切听候上主，我仰望你的话，我深深听候主，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更较迫切，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更较迫切。以色列人着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的罪过。